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干。新闻一开始先看台中轻美商款赃物店的这招牌落来，去讲到路边的一台车，警方到现场协助车内乘客脱困，加在是无造成伤亡。这事件怀疑就是最近咧落大雨，这招牌生鲜烂去，才会落来，都去讲到附近的一台车，后续的责任甲相关的赔偿，该调查了解。关心天气，这礼拜继续受到西南风影响，这全台湾拢会落雨。等到拜四了，叶肉涨势，这黄霜雨落了，天气就会转小热。来看气象署是继续针对这中华以南甲平湖9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明仔风面渐渐离开，雨会较小，不过天气也是真无稳定。拜四了就会较好天。另外，伫咧菲律宾东边的外海有热带扰动咧发展，会变做是风台，也搁爱观察。也因为这大雨影响，南投德山的加走寮溪放山河是积水10万吨，加在即马这水已经有较少啊，放弃风险嘛有降低。这县府是表示讲，已经有做这防护措施，那必要时就会启动撤离。经由空袭画面，因看到河道一个边坡发生大规模崩落情形，大量土石出来了后，将河道塌掉咧，变做一个崩山湖。这所在是伫南投县德山水龙瀑布的上游。该地点位于清水溪支流加走寮溪河川界点上游约1.1公里，非属公告河川范围。我峭壁啊有崩塌啦，下骹有石头土，甲伊阻塞嘛，有结成一个潭啊。南投县府13支流民众通报，这所在形成崩山湖，经过农村水保署，也有第4河川分署。林保署这单位现地勘查甲初步风险评估，确认崩落面积大约是1.2公顷，堆积土体大约是5万立方公尺。已经出现自然的溢流出来，并且有冲流出水路，沿过上游依然有积水，积水量是大约10万吨。我们早上有去就一副那个保全人家，我们已经有这种告示牌就是说，希望民众不要走到溪床里面，因为这样影响那个安全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做这个防护措施，会持续来监控。经过初步评估，崩落的坡面已经来到岸边的站面，再发生大规模崩落风险较低。那一摆拢崩落，推过下游河道的水位会清悬大约70公分。下游除了水量瀑布园区以外，有保全自护1户，必要时会来撤离。也若这2天山区以外会有明显的落雨，相关单位继续来监控。未来的降雨部分，明天跟今天还是比较类似一些，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比较明显的雨势，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北部依然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虽然拜一全台湾依然有雨，不过中央气象署也讲，在6拜2水方面走到北部，水气慢慢的减少，气温也会回升。拜6、5日水连假太平洋高压延伸到西边，渴望转来到真标准的热天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台湾敢要用核能，政府已经宣示讲有新技术就会个评估。国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正咧全力研究小型的无助化反应器，这个补强咱自主运作的能力。再是联合报，台湾个人化少件化中央政府的税收规费收入是2024年的2.9条，到2017年恐惊增加1.6条，减少45%。这财政负担未来恐惊愈来愈重。最后是中国时报，高雄民生病院天9节的群聚，目前已经有6个人确诊，拢是甲头一个住伫共一楼的患者。这是国内人9年了，搁再有发生院内烧过事件。因讲到民生病院这案，目前的感染源也不明，卫生局嘛已经扩大科卫相关人员，包括病患的家属、加看护社区工课场，拢总已经超过1000人。民生病院爆出天9节院内群组感染，防疫人员将对病院周边甲地下室进行化学防治甲喷药啊。蚊子飞来飞去的，你哪知道？哪一只有，哪一只没有？这只能做准备这样。民生医院是那个登革热就医的场所嘛，所以我们的风险也很大。
民生病院是高雄市指定传染病性病病院，负有受伫天口节技术甲确诊个案责任。逼出院内感染也是非2018年以来，台中一间病院了后，佫出现病院群聚。目前感染源无清楚，疾管署指派副署长林明成罗南协助，要求强化院内收治个案封存隔离流程。卫生局也扩大考虑对象甲风险点。包含5楼陪病的家属、看护、甲周边社区，也有工作地点。主个案发生的这个400公尺之内的所有的场域，匡列的风险对象总共有1000多位了哈。那到目前为止，采检还有检验都在进行当中，并没有发现进一步的确诊个案。台北市公共卫生署工会呼吁医疗院所应该将环境风险甲感染管控提悬到同一个决策的层级，不是用单一个案来看待。要重整感染管制跟总务跟医工体系的之间的资讯，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平衡，然后让它可以资料串在一起，然后避免这一些资讯分散。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天口节本土病例有6例，拢伫高雄市，另外68例境外移入的病例，也提醒都市每户季节一定要落实相关防毒网甲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外这非洲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伊波拉疫情，目前是已经有到729例，其中有151个人死亡。那讲到这届这疫情会这么严重，除了讲无预防性会当治，这民众对病院的医生也拢无信心，这防疫工课才变甲这么严重。无啥设备的医疗院所外口，正在村民伫咧哭，因为又有一位患者因为伊波拉病毒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这名病毒敢若是伫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甲边仔受影响的乌干达，一直到6月确诊病例有729人，其中151人不幸死亡。这病感染集中伫刚果民主共和国几个东部省份，这几年冬天渐乱，除了难民死过逃亡，互病毒传开。武装组织一直发动攻击，要让医疗人员常常无法度及时安全到需要的所在。更加让医疗人员无奈的是，有真侪民众对医疗机构甲国际组织拢无信任。L'équipe de l'hôpital, les médecins l'ont consulté, on a suspecté qu'il y avait la maladie à virus Ebola. La même nuit, les malades vont s'évader de l'hôpital.pour retourner dans la communauté. 国际救援委员会 IRC 也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分析，除了长期以来无信任，和民众对公家医疗院所的排斥更加严重，甚至有伫咧传讲伊波拉病毒是西方国家制造，用来控制非洲的这种讲法，甘愿相信传统的巫术，造成几多遍病毒爆发，真侪人死亡。Il y a certains patients qui parfois n'acceptent pas d'aller à général pour CT parce que lui il pense que là-bas il ne peut pas. Surtout， 美联社报道，医疗人员唔那时常常面对民众质疑的眼光，有当时也有民众的攻击因，而且欠资源，连这款医疗团队也拢随时有可能会感染伊波拉病毒。公司新闻齐家林编写。第52届 G7 峰会，这届是办伫咧法国甲瑞士的小船长艾维安，也伫咧瑞士的首都日内瓦，是有真侪民众咧抗争，咧迫害联合国单位，甲放火烧资本主义的代表特斯拉电动车。警方是出动水炮车来驱离，场面混乱。 6月14日，瑞士 Geneva 街仔头亲像战场同款，警方下大量催泪驾驶、树泥皮庆祝，同时佫动用真侪台水车，要赶走反 G7 7大工业国峰会的示威群众。瑞士警方骹手无够，也佫甲德国请求700个警察来支援。 东港原地有200人要参加这场反 G7 峰会示威，这当中包括环保、女权甲反资本主义团体，也毋过差不多有600个来自乌庄仔的激进团体，开始甲警方牵石头、干仔、红毛土甲炮仔，甲银行大门牵甲喙齿，而且佫放火烧代表资本主义的特斯拉车辆，也攻击代表多边主义伫当地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大楼。示威群众强调 ，G7 峰会就是好野人的聚会，也毋过这个国家才是世界乱源。 Oui, bien sûr, on n'est rien, on est des microbes, des nuisibles.
des méchants, il n'y a qu'à voir comme la répression à Genève a pris les devants pour tout barricader, les contrôles, comme si on était nous les méchants, alors que c'est réellement les puissants de ce monde qui ont bousillé la planète et le capitalisme. Le G7, pour moi, c'est une réunion des riches pour montrer encore plus comment les riches peuvent devenir riches. 第52屆嘅 G7 峰會，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抑個有歐盟領導人15到17會喺法國境內嘅小鎮愛維安參加，為咗配合美國總統 Trump 80歲嘅生日，特別延後一天。雖然主辦國法國原底規劃經濟甲氣候等等嘅議程，也毋過有嘅 Trump 會強力主導喺美伊戰爭當中，中東地緣政治危機、貿易爭端，抑個有甲特定朋友嘅雙邊會談。俄烏戰爭嘛是焦點之一。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已經受到邀請。有可能跟 Trump 有單獨嘅會談。Штати,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про нашу з ним зустріч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в Європі. Будуть формати Групи 7. Звісно, Україна і наш захист, наші можливості прийти до миру будуть серед головних тем. 有嘅即屆嘅峰會，中國相關嘅議題包括大規模數據商品出口，親像電動車，抑個有關鍵稀土等等，也是討論嘅焦點。另外，印度、南韓甲巴西等國領導人也攏有受到邀請出席。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來看秘魯嘅警察掠毒，閣再出奇招，之前講有裝過耶誕老人甲超級英雄去弄人嘅門，怎啊拄好是骹球嘅世界盃當咧辦，就裝作是比賽福氣紅仔，閣再成功掠到人。2名秘魯國家警察特殊小隊搬走世卡吉祥物普拉切甲美普，慢慢趕進嫌犯住所，用來弄開大門了後，隨往樓頂衝，各種嫌犯制服，警方佇嫌犯的厝內發現幾種的製毒器具，包裝到一半的骨科梘粉仔，各種半成品甲稱。美聯社報道，這個遭到警方逮捕的嫌犯，捌因為賣毒這個9年，今麥又過犯案，檢方佇嫌犯的厝內敲定2524塊骨科高210公克的骨科梘粉仔，209公克的大麻，一支底稱彈藥甲現金。秘魯警方表示，保險做細卡吉祥物是情報策略的一部分，用來降低嫌犯的戒心。Gracias al trabajo de inteligencia que realiza el Grupo Terna。nos pudimos dar cuenta que esta persona que íbamos a intervenir era un aficionado aférrimo al fútbol, ¿no? Y estaba viviendo la fiebre del mundial, ¿no? Es así que procedimos a mimetizar a mi personal Terna como los muñecos del mundial, ¿no? Para poder llegar a él sin sospecha y poder dar con su captura, ¿no? 秘魯掠食小隊平常穿便服，阮要佇高犯罪率的記錄，因捌佇萬聖節甲耶誕節期間專辦執行任務。路透社報道，掠食小隊為着緝毒，也搬過超級英雄、恐怖電影角色，甚至是水滴。公司新聞新錄報編譯。國際上大代志，做回來看世界。瑞士人口上限1000萬的公民投票提案，有55%反對，45%支持，顯示講這選民注重經濟穩定甲歐盟關係，較重過移民所造成的公共負擔。英國媒體報道，俄羅斯甲烏克蘭戰爭無進展，這俄羅斯是有愈來愈濟公眾人物對普丁來表示不滿。俄羅斯國會議員就公開批評講，領導部方要求一定提出停止戰爭的實際計劃。日本首相塔卡基訪問英國，甲英國首相斯凱爾來會談，針對中國影響，雙方拍算要針對這關鍵礦物的出口管制甲經濟行為表示關心。中國威脅台灣，咱國安局是參考這些國家的情報機關的做法，有設一個中國民眾的聯絡管道，希望中國人來主動提供情報給咱。這專家嘛表示講，這種行為確是一種心理的戰術，效果好歹，閣要觀察。唉，又有人被帶走了。影片內底是講中國的極權體制，和公職人員大家攏感覺危險，心情正不安。上邊鼓勵中國境內或者是海外民眾提供證據給咱方。這是國安局用 AI 生成技術做影片改變，參考英美情報機關的做法，使中國民眾聯絡窗口，拓展證據來源。伫去網頁軍做中國境內或者是海外地區，一步一步教你用外國品牌手機或者是平板恢復原廠的設定，連接無需要實名認證的 WiFi， 用 VPN 軟體加西方國家廠商的網絡瀏覽器，6項安全指引，要增加情報來源，也兼顧消息來源的安全。
动来公开，也欢迎中国的民众来提供。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情报的收集手段又多了一个方式，在美方也有做过类似的做法。现在的一个 AI 或者说仿造，能不能确切的做到一个明确的情资，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专家讲，国安局公开假设窗口效果如何，也我爱看。不过因为是公开的资讯，中国一定会有相对应的措施来限制中国民众提供证据，和想要提供证据的人会担心安全。所以国安局的做法，较亲像是心理战。在国内被管制的这种环境下，它很难做处理。那通常都是可能有心，那可能在手边也有相对的一些资料。到国外的几率相对就高。国安局讲，对相关提供的证据已经科技手段严格过滤，也由专业团队评估查证，执行所落来联系工作，希望会让增加多元的情报消息来源。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这艺人闪做兵是引起社会关注。这国防部甲内政部是拍算要修法，未来闪做兵上无爱判一档。若是超工拖时间拖到这免做兵年会，佫会加档判1/3。伊若是闪做兵，都毋是干那罚钱，遐尔简单尔。花多少钱逃兵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粉丝说？小酒扣起具体到案，艺人王子不伫访问时讲，因为家族为团兵免做兵，气象查出涉嫌去找闪兵集团造假或也无正常闪做兵。闪避兵的事件一直传出，引发社会注意。国防部甲内政部正拢伫有告修法，闪避兵要鉴定上街行动1年以上。律师认为，要互闪避兵也无再有机会，一颗罚金就无代志。最少就是要判1年有期徒刑，等于就是说避免说我们只是你逃避兵役，结果呢只是1颗罚金就这样子结束了。他们应该有这种想要警示的这种作用。闪逃兵役刑即牵涉2部法律，一个是国防部主管的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另外一个是内政部主管的替代役实施条例。相关修法加重闪逃兵役刑责，而且有一致性。对着闪避兵役拢有修正罚则是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故意拖延到度用年龄规避兵役者，加重刑度2/3。军医院或者是相关医疗机构的人协助逃避兵役，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惩罚更重一点？运用他的医疗专业协助的人，我觉得是恐怕是更要再用法律来惩罚的。学者认为，现代科技进步，嘛爱防范有人利用药物和身体状况伫短期内符合免做兵的标准。建议相关特定免做兵的情况，可能需要延长时间，搁再复检，防止闪做兵的情形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土库上港公告教育部青年复勤动员计划，互人怀疑讲这敢毋是要互学生就战场咧。这教育部表示讲，这主要是要配合城镇灾害应变演练，绝对袂互学生参与军事行动。国防部公布13几天遭到1架强机、5架强舰甲2架公务船继续侵扰台湾，对着中共武吓，南方是加强战备。不过有网友发现，云林县土库上港进前伫官方网站公告，教育部颁布186年度学校青年复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内容讲到配合国军1、2级加强戒备，各学校安全编组，动员学生配合公务机关复勤，包含实施青年报道站开设演练，也鼓励参与救济站配受参加演练，引发网友质疑。敢是要学生上战场嘞？不过也有人讲，这就是全社会防卫论性范围。这样的计划就是在培养我们学生在面临譬如说有灾害啊、重大事故啊，他们的一个自主防护，还有环境适应的能力。有发现到在网络上对此公告有一些非必要的误解，所以学校才会再把这个公告下架。学校讲考虑牵涉全面国防甲安全教育事项，所以进行宣导。也过为着避免误会，已经对官方网站甲贴落，也过因引发国民党立委批评，政府想要加密成年学生当作备用的兵力。学校做动员编组等等，当然会造成社会的恐慌啊。对于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去宣称的什么全社会防卫韧性啊等等相关的大的国防纲领，其实是缺乏共识的。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园其实都要负担一份的责任。作为一个高中学子，如果能够协助社区了解水在哪里、资讯在哪里、资源在哪里，那对于整个社区的稳定、防卫的纵深，当然有很大的帮助。民进党立委讲，青年复勤计划主要协助学生培养基本应变的能力。教育部也严正来澄清，是为了配合城镇灾害应变演练，无任何甲学生纳入军事作战、军事训练，也是军警勤务的规划，也袂互学生来上战场。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电讯消息，来看中部一个咧驶学校交通车的司机，讲有带艾滋病毒，所以这宗教名义共性侵，上无有9个人受害，其中6个人当时拢是未成年，佮害着5个人去喂着 HIV 病毒，检方是以32个罪嫌甲起诉受押。中部接获着艾滋病毒的驶校车司机，长期以来用宗教名义性侵害罪名女性，更加造成疾病的传播。专案是伫去年12月，地方卫生局人员协助一个艾滋病毒阳性的感染者疫情调查时，清查交朋友的情形，发现甲2022年另外一个大人感染个案，拢捌接触这个驶校车司机，更加牵涉妨害性自主案件，随报请地检署侦办。专案到即阵已经发现9个人互性侵害，其中6个人受害时是未成年，5个人为着艾滋病毒。校车司机被依照强制性高低当伤这项罪嫌起诉。透过公卫端跟医疗端呢，来协助这个确诊的一个个案呢，来接受医疗的一个处置。检验是阴性的话呢，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些卫教的一个咨询。不过，依据现行性别平等教育法有明确规定，学校运用禁用其他人员进前，应该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规定，查询是毋是有性侵害犯罪记录。另外，离校法司法、学生交通车管理办法也规范袂使有性侵害者犯罪记录。也毋过，这驶校车司机有前科，我较关心这破空是对倒来。学校人士能查到资料库，也就是性平3法。所做的裁罚记录，他有可能就只剩下一个注记，说他承受裁罚而已。可是实质上，我们是不会知道说真正的内容。教师团体讲，若是外部人员，一般是学校甲客运公司来签约，只会使依照合约要求出示良民证。即便外部人员前科无来到刑法残疾，甚至甲被害人私底下和解就查无。即阵虽然有教育场所无适龄人员的通报系统，不过学校的资讯掌握依然真有限，可能会造成查无的情形。艾滋感染者的相处，我们不要担心，因为现在有4万将近5万个艾滋感染者相处。那我们不要用猎巫的心态，认为他一定做了什么才会感染。他感染了，他就需要去做医疗。社福团体是讲，受害者心理压力大，大众应该了解相关的疾病知识，减少惊吓甲无理性的群体公信。另外，即边有风险行为，只要落实检验，才有法度及早发现个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己太保一个查甫人讲，半暝走去一间环保公司，共开8千了，就走去一间菜馆行，共叫人来报警察，只嘛爱地方的人士出来介绍，当人到该安踏，这查甫人才愿意投降。真侪警察为一个菜馆行外口，家己太保一间菜馆行，13暗10点外，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也穿装入去。伊之前才伫咧一间环保公司开8千了逃走，要入去店内叫店员报警，要叫某某人来甲伊讲。入来，伊有遐一个人个一底，啊，迄阿妹啊伫遐。洞口的做人，嫌犯甲警方警调会要到2点钟，警方是请伊要找配电宫董事长蔡成忠，一个外号何撇来管议员蔡正仪来现场安踏，到透早才采导航。当这是伊是判无期徒刑关上来，伊较早恁随后强盗集团要杀人抢一大堆，伊是伊是承认伊也捌当过杂志4大枪击要犯，枪击拢烫过地皮。蔡成忠讲，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是捌列做10大枪击要犯，外号小蜜蜂的林如芳，因为生理无顺，也有坐务的问题，心情歹，啉酒了，走去甲有坐务结婚的人伫咧做事的工厂开枪，要走入去菜馆行秘警察。经劝说谈判后，犯检主动交付枪支投降。现场查扣疑似 MP5 冲锋枪1把以及手枪1把，全案将依枪炮弹叶刀械管制条例及恐吓罪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条例等罪嫌，甲姓林的嫌犯移送。因为现场也查到一支敢若是 MP5 冲锋枪，也有一支手枪，警方也会甲枪提起检验，追查枪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中南路一栋透天昨透早火烧，消防赶到现场拍火，伫咧3楼甲4楼所在找到2个人，拢已经无命。另外，还佫一个是跳楼逃生，吊伤送医。迄一对阳台烧出来，高烟也对警察关的所在清起去。这是透早5点外，南投县中南路3段一个巷仔内底发生4层楼透天厝的火烧厝，火烧甲真大，消防队赶紧来到现场来拍火。遐来现场是规栋徛家，加上后壁也佫有徛家，当地住户拢赶紧走出来。
那到达现场，火势已经全面燃烧哈。那现场大概是一栋4楼RC建筑物哈。那现场已经有一名民众自行逃出哈。那我们立即协助哈救下，并立即送医哈。那火势我们经过全力抢救之后，约30分钟火势控制哈。消防队甲火拍熄了后，逐层去看，先伫个3楼已经发现已经无开的51岁姓肖的厝主，随后伫4楼的房间内底发现已经死亡的52岁姓李的查某人。另外，这厝主的细汉后生伫火烧事发生了后，真着急对4楼跳落来，结果身受重伤，进入病院抢救。现在3楼浴室发现一名欧卡民众，那我们立即将他救出送医哈。那接着我们在4楼卧室发现另外一名民众，已经烧焦，明显死亡。那交由警方后续处理。姓肖的厝主送医抢救，依然是不治死亡。警方调查，厝主的大汉后生嫌伫外口过暝闪过一劫，这个火烧厝也甲厝边的一台车烧掉，也导火原因依然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南仔溪一间油漆店，互民众投诉讲，伊伫咧巷仔底开仓库放油漆，甲一寡熬倒过物件，可能造成危险。这市府是强调讲，目前法规是无禁止油漆店设伫咧主题区，伊个调查这物件，敢有超过这管制数量。货车停伫咧巷仔内，工作人员甲拿一个大铁桶搬起哩2台货车，有民众上网投诉，讲高雄南仔溪一间油漆行伫锦南路一条巷仔内2间徛家设仓库，内面放油漆、金蕉水，还佫用去燃烧的甲苯这块，担心公共安全。烈日当下晒了1个多小时，因为油桶会有热胀冷缩的声音，它会冰冰的。说实在的，我们住在旁边很胆战心惊。就算今天是空桶的话，有些人可以保证说，里面的残余量不会爆炸吗？它都是易燃物。杨小姐讲，业者甲载有甲苯铁桶的货车停伫咧巷仔内过岸，若发生火警真危险。佫定定搬货，铁桶过来过去，唔但妨碍交通，也插到厝边。其实它没有工厂在这里，都没有。工厂在林木一点，都不会探测。对厝边的讲法，业者14岁讲，这条巷仔是私人土地，伊家己有部分的持分，店边也拢传灭火器，因那甲苯的铁桶是人可以拜托回收的空桶。厂房有没有？他们那种有的油漆空那种大的油桶，他们油桶他没地方放，就拜托我们去帮他们带去回收。然后因为那种回收的爪子夹那个没有办法夹。所以我们帮他带去回收厂卖掉。双方讲法袂对同，不过油漆行家熬到无一个仓库，到底是毋是人设伫咧主题区内面？高雄市督发局讲，照这么规定是无禁止。油漆行位于住宅区，依都市计划法高雄市施行细则规定，未禁止做油漆贩卖。对这项证据，消防局讲，业者到目前并无消防违规的记录，因所设的灭火器加主体用的火灾警报器也拢堪用，会阁派人去看因现场内面所藏的甲苯等危险物品，是毋是有达到管制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出名的观光景点日月潭，变啊到休困日啊，这人甲车都拢叉。自7月开始，都要开始管制柴油车。这出厂2年以上排烟检验，若无合格，就禁止入去日月潭，违规就要罚1,000。汽车一台接一台入场，驾驶一个南投日月潭水下码头边仔的停车场，停车位真歹找，官府规划为7月起会全面开闸管制进入潭区的柴油车，排气无合格就开罚1,000。消息传出，民众看法不同。当然啦，怎么说？赞成啊！空气品质每个人都有责任啊。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啊，对啊，就有点不方便。为了维护旅游环境，提升空气的品质，全国真侪风景区陆续设立空气品质维护区，包括新竹县内湾、嘉义、阿里山、高雄、中正湖拢实施。国内外有名的日月潭是南投县第一个空品维护区。2024年起，先后对营业用柴油车管制。今年7月是立即自用车只要出厂2年以上，无排烟检验合格，即进入日月潭，就会透过车牌辨识系统批发。你一定要自己去各县市政府的柴油车检测站去做检测，你只要没有检测过，就是一定是没有符合规定的车辆。第一次的时候，当然就把1000块，多次进出还是违法，我们就会按这个比例上去乘，可能第二次就2000，然后再4000块这样。
南投县环保局强调，6支新买的柴油车会当凭发照日起算，3年免验条件向各县市柴油车检测站申请。自主管理标章，其他柴油车会当透过各地环保局检测站，也是大检厂做排气检测，以免受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年摕到李光耀升市长，这市长周万安要带团去新加坡来领奖。也民进党的新批用是表示讲，会当得奖是真好，不过也是要提出新的政策来解决交通甲鸟鼠的问题。就高兴 ，It means deeply moved and sincerely grateful。让32年，台北市国际摕到国际妇伦年会主办权，市长周万安用大举欢迎来自40个国家，超过37000位社员来台湾参加。伊讲台北市最近摕到李光耀省市长，14会带团去新加坡。Taipei has received the special mention of the Lee Kuan Yew World City Prize, known as the Nobel Prize for Cities. This is not only the first time for Taipei, but also the first time for any city in Taiwan to receive this honor. 这当然是我们的市民也是这座城市的光荣。但是呢，得奖这件事情呢，也不能够掩盖我们这几个礼拜不断的提出市民所关心的问题。我们的交通问题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治安的问题啊，不管是这个鼠患的问题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阳认为，台北市会当提奖是历任市长的治理成果。对这么市政的问题，就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法，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质。另外，新北市长选战，那另两边行程拢败满满。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向准新住民族群积极抢票。如果我当上这个市长，我一定秉着离乡背景的这个心情来照顾我们所有的新住民。大家知道我是原住民的媳妇，所以我对原住民的政策一向非常用心。我其实因为在内政委员会，所以我也推动新住民权益法。民进党参选人苏卡回讲，又提出原住民政策，也长期关心新住民的权益。接落来，也继续行新北市29个行政区，听乡亲对地方建设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那么出国佚佗的乡亲就要注意啊！这华航已经宣布，对7月初9开始，这定位的服务费会起到30块美金，这是今年第2届调整啊。张经理准备办理报道通关，今年3月开始，陆续国际航空业者起定位服务费。华航也宣布，参考业界标准甲市场机制，定位服务费为7月初9开始调整做美金30块。我觉得好像稍微有点贵一点，而且本来最近现在改票。就是改定位的机票的时候，好像手续费比以前高很多了，可能几百块、几千块之类的，没有特别觉得有感觉，这样对，是一个考量，但可能比较多还是就是地点为主，然后价格第二这样。旅客买机票是透过全球分销系统提供服务，因为使用者付费，国际业者拢收这项费用。今年3月当中将每张机票定位服务费由15块美金调整到100美金，生活航空是30美金，华航3月调整到100，7月初9开始搁起到30美金。华航上限段来算，维持大会每段台票400，毋是大会300。业者指出，机票造成建设元素真济，定位服务费是系统上收的。没影响票价升贵值。跟之前的2个税相比的话，其实在民众的感受度上可能没有这么的冲击，因为服务费虽然有一些调整，但是可能在民众在今年这一波的涨价的一个心理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说有太大幅度。国际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暗国中油13宣布，下礼拜国内汽柴油价格维持无调整，已经连续11礼拜无起。2月底以来，总共吸收金额176.3亿。旅游部落客解析分析观察5到6月终端票价，整体油源相对稳定，就算部分成本增加，在市场竞争之下，航空公司油源无同款的票价调整手段，因为影响机票金额较大因素，也是机票定价加燃油附加费。记者综合报道。6月16是国际家务工日，这民间团体是抗议讲即马家务义工无受到劳基法的保障，第一届列入去长照制度。因卫福部是表示讲，因为牵涉的层面真宽，搁在讨论当中。Exploitation in both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礼拜早起本来是真侪公务员工休假的日子，不过真侪公务员工甲劳动团体伫卫福部门口抗议这卖制度，互因严重疲劳、精神压力大，要求卫福部甲公务员工列入长照人力，做到照顾正义。只有机构的聘雇可以调动人力，比如说现在最缺乏照顾的重症，可能需要2个人一起协助，那机构可以安排。如果需要24小时，机构可以安排让他们轮替的去做照顾，然后家庭不用担起这个所谓雇主的责任。伊讲列明讲，这马公务员工是个别家庭家己请，自工时到休假拢是员工甲雇主协商，无受到劳基法保障。因要求甲个别公务员工列入长照人力，和长照机构正济雇主做合法的调派，并且慢慢废除家庭聘雇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有家庭看护工的存在？就是因为长照的资源是不足的。你光是聘用外籍看护工，请问他谁接送？然后你怎么去派案？这个整个管理的其实是做不到，所以我们22万个家庭没办法全部没有外籍看护工，因为长照的人力已经不够了。雇主协会讲，这马公务员工人力的状况无法度应付制度改变，应该把这马给出来长照经费，补助同情家庭的公务员工，改善制度。如果改长照机构聘雇，它就是适用劳动基准法，所以它需要由人员去轮班来提供这个到宅服务。那另外，它其实也涉及到就业服务法的相关规定，还是需要跟劳动部，然后跟各界我们持续去收集意见，那审慎来去评估。卫福部强调，这马公务员工若请假，雇主一旦用休产服务加短期代替照顾计划来应付，避免和照顾者加被照顾者双方拢唔知如何是好。记者综合报道。再看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有学者是建议讲，中央都要设一个国家语言政策中心，搁要设一个台语委员会来监督。也民间代表是呼吁爱甲学校课纲的用词，针对闽南语改做是台湾台语。为了了解各族群语言的发展需求，文化部、教育部、原民会、甲客委会4大部会14透早联合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收集各界意见。参与的学者甲民团指出，对转型正义到台语正常化、台语传承已经流失超过60%。虽然政府有编经费，不过实际也是严重失衡。建议中央爱成立行政院级国家语言政策中心，甲台语委员会专职单位监督。拍破家庭无讲台语，学校教无够，社会无法度使用的困境。因为资源分散，无法度去做更较好的推送，我想这是一个整个咱政府的各部会需要合作来处理的事项。甲人的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文化，基本的上基本的要紧的要素。所以这是当然是最要紧的，包括你个人的认同。除了经济甲体制，另外有学者提出，政府会当规划对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建立保起优先的双语学校。另外，民间代表向阳，嘛呼吁政府爱甲现行的闽南语统一改做台湾台语，特别伫学校课纲顶悬爱有一体性。会议用较早召开，将这个闽南语正名做台湾台语，或者是台语。另外呢，要提升台语的师资另外就是讲因的待遇嘛拢要有个适度的调整。文化部讲，这几档结合伫乡甲民间，拢有咧加强推广保语。虽然有初步的成果，不过文化部坦白讲，少年辈甲中生代使用保语的比例偏低，语言也是有短暂危机。未来积极推动国家语言政策2.0，加强各世代参与，互保语回归日常生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文化总会伫咧芬兰办第2届台芬文化节，邀请乐团去演出交流，嘛几月时要扩大文化外交。DJ 如尼用电子音乐结合原住民歌谣的表演，现场的观众是听甲耳仔拍拍。这是今年咱台湾要起台芬文化节的表演者之一，这嘛是由咱文化总会伫芬兰主办的活动。拍算7月11日要伫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第2届。文化总会表示，芬兰的重金属乐团是真出名，咱去年以金属外交做主题，今年扩大音乐类型，有美术集团、乐配乐团等等团队的参与。阮是用摇滚。rock 加咱台湾的一寡元素，到做伙了后，就是
相信因会有新的一个感觉。用大肠包小肠换黑香肠，那这样就代表我们可以长长久久。文化总会嘛表示，时间唔但有乐团的演出，还有宣传台湾食食的市集，要用音乐甲好料，希望会当用台湾文化做外交。另外，国家部部长嘛宣布，台湾甲芬兰已经正式签航空服务协议，未来台湾有机会会当促成直飞芬兰的航班。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让这个商场的广场1秒变成台湾的夜市，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嘎鸡碟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呈现台芬文化节，好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哈，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哦，所以我也很期待了哈，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其实今年3月，到芬兰国会访问团来台湾拜访咱的副总统萧美琴，这是自1990年以来规模上大一届，嘛显示因对台湾交流的重视。为着响应2016年澳洲台湾文化年，文总嘛希望透过台芬文化节交流，让国际看到咱台湾。记者吴振用、谢桂林台北报道。该看世界杯卡球，那比赛精彩，这主办的城市也是步数真短，发挥创意。在美国纽约的豪华饭店，到世界杯全退旅行服务，去一抓爱开100万。2026世界杯卡球赛除了各个精彩的比赛，也衍生出丰富的跨国活动甲在地庆典。互球迷沉浸伫卡球的工作中，主办国之一加拿大虽然还未支持世卡强队之列，也也决心重新定义家己伫世界卡坛的地位，宣布已经组成史上上强的队伍。多伦多球场会举办6场的比赛，当地是举办官方国家动物福利宣布活动，挑战者爱伫旧城区每一个所在找找51组结合78支参赛队伍文化的彩绘好礼。必须公园内的新生源道阁也吸引真侪游客去完成拍卡赚积分。多伦多市政府估计，这3礼拜会吸引30万人来遮。We do prizes every week for the one who has the highest score. And also a random draw. 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动物园透过代表无同球队的食物卡球、球衫甲鸭肉等，互动物有测比赛结果。H 组由世界排名第1西班牙领军，大猩猩有测日期的比赛乌拉圭会战赢西班牙。另外，红形勇士4组混战的 A 组19个比赛，墨西哥对上韩国，最低拢无拍开鸭肉，所以可能是白手。中国伫亚洲区会外赛第3轮分组调查尾，无缘参加世卡赛，当地球迷犹原是真热情。浙江义乌的这间工厂生产大量美式的山羊队啊，因穿美式的阿根廷10号球衫。业者看准中国真大的球迷市场，佮讲今年的销售额会比2022年的世界杯期间成长5倍。它上面又有一个梅西的一个电子签名啊，然后它本身还有个 GOAT 的那个意思，就是最佳得分，然后所以这个就代表了就是消费者对于球迷对于这个梅西的喜爱。另外，伫世卡赛开始踢的前一日，一寡因为美国旅游签证放拒绝无法度去观赛的阿根廷球迷，是自治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台球商发送的免费电视机，随时伫厝观赛，因为伊有期即摆的世卡赛可能是梅西最后一摆出赛。美国纽约市包括纽泽西都会区会举办8场世卡赛，位于曼哈顿相当区马克饭店，是为球迷打造价值100万美金观赛的套装行程，包括6张球场中线的门票、专属私人休困室、顶级美食、啤酒加香槟、参直升机接送服务。It is a on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so if I had the means, I definitely would do it. 研究人员模拟迈阿密球场的高温雨季环境，佮提醒热压力的症状包括皮疹、旧筋头痕、加掉刷，也是热衰竭等，甚至某一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死亡。所以球迷要记得找找阴凉的所在，保持充足的水分，避免伫一日中上大的时段做激烈运动，佮爱穿适合的衫啊。公司新闻新闻编译。英国进前讲有一只狗仔坐伫咧树轮船顶，捡大风扇出去海边，加在是附近的观光船甲送来，成功救援。Hello, buddy. Hey, buddy. 那小树轮船铺伫海边，这只叫做布鲁斯的德国狗洋狗，就安尼家己漂流到英国法运群岛附近的海域。You're about to head off to Longston and then Norway. You did very well staying calm, though.
当地观光船要登去港口的时，接到海巡的通报，甲乘客送上花了后，登去搜救，最后伫离岸大约4.1公里的所在发现布鲁斯。不过救援的过程当中，歹大佮出去，狗仔一时跋落海。加载船员甲船长做伙甲这只狗仔平安救上船。You're the goodest of boys. You're okay. We're going to keep you nice and warm, and then we'll get back down to the harbour, okay? 心爱的宠物防救起来，主人是真感谢。英国皇家国家救生艇协会也学了船员斗相共，让这只狗仔会使回去伊温暖的厝。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下晡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至28度。中部地区23度至28度。南部地区24度至29度，东部地区24度至31度，大岛地区24度至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